向前眼今日来到一个台湾的新北片来到基隆哦，而访问呢是国民党的基隆市长常胜元夏立功参选人您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夏立功。基隆其实它的客家人口不算多，说多大概有6万，对不对？那可是比例上大概是1:5。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会认为的客家庄。其实基隆目前就是没有专责的客家单位，是用委员会的形式。那其实可能相信朋友之前看到新闻也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基隆的市长的参选人大概都会希望说以后可以有一个专责的单位。那您现在的想象是，它如果是一个客家事务科，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大概要做哪些事情？是。现在的客委会，因为它是一个任务编组，所以大概简单说，任务编组就是不会有专责的人力。那我觉得成立专责的单位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客家乡亲可能很多的需求，只是一个任务编组，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兼顾得到。因此，如果成立一个专责单位，无论是您刚才说的客家事务科，或者我们一个叫做客家文化科，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设在文化局，因为我知道有的在民政，有的在文化都有。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凸显客家文化这个部分的话，那它可能设在文化局，可能更能凸显它的意义。它大概要到怎么样子的规模才是您觉得是足够的？我初步请教了我们一些客家的乡亲哈，他们有些是一些团体，那还有像文化局的局长，我也请教过。我初步估计第一年哈，就这是第一年，至少应该要有500万的预算。这其中一部分当然是人事，另外一部分大概就是活动的费用，因为有的时候必须要靠举办活动。去让大家去了解哈，去有所感触哈，因为有的时候活动我觉得是可以蛮吸引人的哈。那这是第一年哈，未来呢第2年以后，我觉得就要看我们业务增加的情形，好，那应该还要再逐年的来调整增加。我记得在之前基隆市的义民祭的活动，您有提到一个故事馆吗？对。那您要不要提就是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周边很多客家的朋友，我知道客家朋友真的就是除了要吃苦耐劳，很有义气啊等等，有很多的优点哈。那但他们来的这个过程中哈，可能先后来到基隆。每个人都有一些，或许就是所谓酸甜苦辣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些都蛮值得去记忆的。那同时，我觉得，据我所了解，现在语文的这个部分，下一代的年轻人，客家年轻人，是不是都有学哈？或者说，要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发扬光大，那就必须用一些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模式。那其实说故事是很轻松的，因为你如果很正经八百的叫他拿着书，你要读什么要什么，那种介绍的方式，因为我自己以前当老师，我在想你用什么一些很容易让别人接受的模式，所以我才想到，那因为正好我们西岸的码头这边哈，那有一些历史的建物，那如果在历史的建物里面能够来说故事，或者有一些无论是你看你怎么去设计了哈，比如说你的可能是用比较动态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用点的啊，或者墙壁上应该挂些什么啊，其实我已经可以想象到那样子的一个空间，如果做这样的一个搭配，而且基隆是一个国际港，我觉得不只是基隆现在的客家乡亲的问题，我还希望这个基隆是台湾头。既然是头，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让外国的游客，像各位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经常很多邮轮，我觉得国际邮轮、国际的旅客到基隆，如果可以到客家的这个故事馆里面去，我觉得也是把客家文化可以发扬到全世界。所以说不定未来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需要双语的啊，甚至多语的。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就在海港边，就在一个国际港边。那我们又说要发展观光，同时又去推展客家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元的效益。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去动脑筋来思考，怎么样来传承客家的文化。其实像我这次打出的，我们就是 CEO 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市民才是头家。那我其实就扮演类似一个执行长的一个角色，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把市政建设能够发挥到最高？那其实很重要，就是我过去有我的行政经验，所以那些看起来是好像没有那么直接，其实都有关联。对，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在一些民间团体担任过秘书长跟执行长的工作，所以我对客家团体他们在经营上面，他们所面临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常常是很有强烈的这些一些动力，想要做一些事情哈。但是如果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那他如果没有这些资源，这就是公部门必须要提供。因为我们要感谢客家团体，因为他在做公部门的事情。否则的话，没有这些民间团体，公部门也没办法做。他的人力可能会不够，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讲，小而美的政府，他可能说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委外，本来就是应该结合各方的力量。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未来我也会好好朝这方向来做。所以选举虽然这个打的这个会很辛苦啊，但是我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在那边，而且这个美好的愿景是我希望这个愿景带给基隆市民所有，当然包括我们客家乡亲，未来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让我们重拾我们基隆人的骄傲。